住啊，切了木只个不跌，做下面边，拎啥枪木讲，要安香了，该干面来住嘛该。也跟迄牛去救的啊，含吹啊。大概2个礼拜吧。2礼拜，迄今年请做的吗？那是有动枪哦，一般人有人去接夹出来。哈，我以为在捡绿豆哦。哇，很凶哦！我要吃很大个。最好选给他不用就拿出来啊。这主人真冇嘅。他就是喜欢吃他这道菜啊。因为你要该起司，你那还用该发酵该味道。发酵他最会。那个明玉来发酵一下。备起。哇！他抢走我工作哦！创意在这边，创意在这边。哇，这边好像海参哦。应该体检被看到就应该用点用过哎。第一次哎，两个保护我呢。哎呦，溜溜球也很像。你跟我们不粘台哦，你跟我们不同。那可是扯铃。永远爱你。哇，被中标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。我係民族，我係莊百強。今日當歡喜有過來到新竹嘅島邊，來到新竹睇起來都提供佢係一個科技之都，而且呢，一島邊嘅人口比例分布嘅講法，咩係十分好上嘅，非常年輕又走在科技前端的城市。香港人攏講哦，你好，你一家之主了解節目吼，唔是廣告咧。你好，千府考少改推薦來咧，真口碑相傳，真的。好，馬上嚟先來分享到你咩係有口皆碑嘅你品審欣賞，提前嚟分享到嘅係志亮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兩個哦，大家都看一下你片嘅係林訓傑林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哎呀，馬上嚟分享到今日潛水站，我呢一組呢係表姊妹嘅，分享到蕭峰記、南面玉記，分享。來，大家好。哎呀，好，來看一下咱水嘅片吼，係來自新埔嘅兩公婆，叫做按到僱傭婦啦入小姐。大家好。便宜擺來咧吼。情侶裝。哎呦，等下好好咯，大家打嘴鼓。好啦，兩組呢都係來自於新埔哦，咁依係逢水嘅潛水站，兩個姐姐強調一下，都新埔你係要推薦乜噶？好高好食好料嘅嘛。南邊嘅吼，呼吸方便嘅大，你又可以發了一招友善團體嘅做養農莊，又有蟹，又有料，還有爬山。除了個走進農場之外哦，韓國嘅新埔還有隻蔬菜我推薦大家係嘛？新埔市場。就只當袂起網你嘅，就喊啦，新埔市場看基本嘅啦，對，就是當袂起。你講小葉，大家是啲嘅。總共已經嚟到新埔呀，特別不管你要去接圈太刺眼，或者係到來到傳統嘅市場，都有當到好高好食好料一點點太刺家。馬上就會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有算係刺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，又到嚟一關哦，各家都帶定刺家不開秘密武器嘅，即係每下風吹哦。睇住你係當明顯又係。你係鹹菜，鹹菜刺家滷嘅嗎？係，你係愛จิ้種嘅嗬，愛加做嘅，你鹹菜，當好食嘅鹹菜哦。哇，一清香人生呢。係啊。但唱看到就會流口冷水。係要養。想問一下風水用鹹菜帶來嘅料理有乜嘅？鹹菜炒肉絲。鹹菜炒肉絲。哦，哇，懂叉飯呢。係。好哦，阿楊偉發，風水有信心冇？有。加油哦！哦，佢看見到凍姜嘅東西啊，皮起來啦，你睇東西有人做乜嘅？香蔥椒，香蔥椒，聽說係自家做嘅，當做在帶來吼。這個係市場賣嘅烏煮嘅豬油，那個香蔥條，切凍油啊，切落去一個個碟，做下面邊，你啥請我講，要安香咯，該個你來煮嘛該。哦，我不靠煮嘛該你啊。煮嘛該？弄老涼誒，梅頭是凍香。全部係㗎。老豆係。哦，根本因為那裡咁厲害嘅香蔥椒啊，做乜嘅菜咧？客家米線木。客家米線木。哦，等陣在行嘅菜名哦，後咱隨時流出來咧。哦，
准备好了哦，等一下嘅比賽吼，两公婆哦，加油哦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好，加油加油！两组都已经准备好势，你马上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来喽！大家会先看正负吗？哦，那已经蒸好了，那蒸好的。哇，挂包！等一下，你等一下要做挂包哦。对呀。天哪，太辛苦了！姐姐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哎，你干嘛用到按袋咸菜？因为那么多。等一下，那要包要多一点菜才好。真的哦，它的料我们已经抓好。好啊，等一下嘅咸菜哦，入到咱广场嗰邊向下係冇？嘿。哦。要跟迄卤幾久的啊？咸菜啊？大概2個禮拜吧。2禮拜？迄今年前做的嗎？嘿。張啊起來，張滷啊起來呢？星星一定很較車吼。嘿。哇，很讚到哦。真嘅非常期待哦，因為呢度今年做嘅掛包，撈平常時大家食嘅掛包冇嘛強到。好，先幫你批料一下。你等下過多進來啊，吼。好。阿姐。煮油迄樣切甲鋪的啊。哎，這個餅哎。用焐煮的豬油哦。好讚哦。這個餅。哎，這個就是我們客家的果醬哎。哎，你會吐吐司是嗎？對，我在拿吐吐司，感覺應該很好吃。說真的。會嗎？到應該不卡哦，會用兩種嘛個吐司啊，西式的料理嘛。小胖好摸嘞。哦。下次可以試試看，我覺得這可以借一點給我們呢。我們沒那麼大方哦。走得啦。永富哥走得到台下講一下，你都有今年炒的米線糜哦，你準備買材料。還是你在家裡面沒有發言權？就中央香葱頭先來。椒菜、紅台頭。卷菜、醬菜啊。哦。哎，這你那條演戲的標題都唔好食的，要不要借一點給我們啊？你這個暗示太明顯了吧？走得啦，走得啦。哦，啊對面不下來講哦，炒個米線糜個，要買個精髓嘛。蔥拍。生邊。哦。生邊係生邊。啊蝦米糜落去嘅。哦，特別勞動少啲啊。所以唔記得記啊。我係小學50啲啊。有的你會說要不有一種海味啦，海面啊，對不對，海哥？哎，海哥。對，龍王。我係小動強哦，煮飯陣我等佢隻夾出來。他以為是剪綠豆哦。真是啊。他很適合做代工呢。真的。用個小菜用嘅啦。姐姐，你上班來講係大條命，還是天衣命？天衣命。天衣命，佢根本你。必勝的決心了哈！那好高手了，好高手。不行哦。你係天一年來啊？天一年來誒？天一。我記得你第1季啊，因為該東西很有搞嘛個，好彩。那個。你有剛才聽到海帶泉的年代哦。有吧？剛下嘅，人家就會煮糖的呀，煮炒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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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米奇夢。係。炒米奇夢。啊，用福台哥，你最好學人家不用就拿出來啊。你請問真冇嘅？他就是喜歡吃他這道菜啊！好啦好啦，等下過來，我炒好人呢，給我炒好人啊！哇，很凶哦！我要吃很大個，呀，真嘅嘿，明牛子，呀，一斤都好食，啊，2師傅很快啊，呀，可以了就懂咱們的。兩位師傅看，哎，真嘅要撇到香味，尤其係香嘛。這個香嘛有別的。啊，差唔多係炒幾條。好不易用哦，有。要用嘅調米冇咧，哎，懂以為呢？炒鹹菜油，係啊，鹹菜啊，油都好些。我不相信，我知道明玉姐一定係廚師。你看佢做好，佢還攞凍黃葉開來，用鹹菜落去，我老痛，老痛就專業唄，知道？哇，這香針對誒。那剛剛不能漏都給他的膽槍炒肉絲，沒想到還加碼有包掛包。哎呀，對。膽槍炒肉絲就熟態了。就普通案呢哈。我們那邊沒有膽槍炒肉絲哦。你可以膽槍炒米奇夢。哎。有火藥味哦。有火藥味。好了，這我們看起來不會後悔呢。但你米奇夢還差不多，反正你就要差不多了。好。筷子。哦，這個米奇夢，對，好長哦。對呀。一般哎都說的米奇夢都短短的。對呀。不了，現在就通過嗎？
哦，50通過會調咯。這面節目係設計做的嗎？時尚賣的。都是真啊，你的擇偶標準都在馬改啊。他都幾歲了？你問人家擇偶？就是到時你該就去看到永富哥哪一家動店啊？你喜歡安靜一點的。哦，那長個色吧，長個色不行。我也喜歡安靜一點。家姐姐有個喜歡安靜。很吵哎。所以我跟永富哥在一起是。因為兩個起司，你咪係用個發酵嘅味道。發酵他最會。那個明玉，來發酵一下。別氣。這個油蔥的米湯很香，個人的蛋糕老頂要放點胡椒粉哦，米湯整個濃黑感。好啦，今日你差唔多嘅嗬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會試試看啦。天從兩組帶來嘅料理，哪一組較爭到哦？哇！好，冇簡單，都按短嘅時間地度，我會做出按爭到嘅料理，馬上睇起來就會品嘗看下咯。又酸又辣，還又香，真正有客家人嘅精神。啊，就正一檔爭到，而且涵蓋嘅重點，其他一個講慢嘅又叫我炒出米頭來。有滿意嗎？有啊，跟我算出來就算啦，做嘟嘟好鹹。是為了今年而來參加比賽，特別錄下嘢啊！哎呀，該參布羅準備好，夾夾羅準備本大家節，很用心哦。對呀，爭到，米湯用版的米玉簡直哦。覺得這味道還不錯。來談看一下咱水裡片嘅品價，好冇？來，阿姐，我記得講一下。我就個鹹水當蒜啊，係韓國辣椒沒有辣，當好食。啊，用富阿哥來講看好咧。唔錯，啲鹹菜切好食，又酸又甘，係啊，啲啊全是客家人做嘅。大家都去看一下，你一片嘅米色，往後用嘅香蔥油來炒嘅凍香哦，即刻好。也個哦，油蔥嘅米湯很香，個人嘅蛋糕老頂要放點胡椒粉哦，米湯整個濃黑咖米。那最好是兩種嘅米丁檬哦，因為佢非常 Q 彈。我真的是超愛吃珍珠哦！你睇 Q 他們嘅珍珠哦，撈個珍珠油的皮哦，非常的好食。韓國最重點係乜嘅？就係食到最尾，個舌頭後面會出到一個香蔥油嘅香味，完全走出來，好好吃。嘅香料全又白香，真當好食。很真的哈。係啊，正統嘅黑咖米。看下你嘅名譽解釋到去個係韓國歌寫出來嘛？好什麼？當好食。然後是哈哦，你一聽阿姐哦，撈自家小娟阿姐撈自家公款，自己的這個米線哦，炒凍米飯。我就當香啊，因為是到到客家嘅香蔥油啊，唔對啊。我就不可能哦，就把東西弄到啲哦。靈魂。係，是當好食。真嘅係非常好食，湯款永富阿哥是啲咧，對不對？是好食。你老婆做的怎麼樣？好食。家下阿姐白嘅絲之後，大家去看到嗬，蔥嗰些落去，大家啲蝦米，越青愛用白。哦，所以香味又非常有層次，很好吃。咁我等下嗬，師傅用翻到拼盤咧，我看一下咯。冇錯，三下輪呢就本師傅來受理咯。今早嘅時間馬上就到誒，先要請阿志良師傅搶本書。好，耶！好，你一下看一下신居師傅搶本書。哇，已經換票。好，志良師傅搶公平。但最後邊米奇莫嘅口感是不好，嗰個風蔥頭咩是不香，目前那邊係以為兩個點，啲點啊吃到人嘅頭油冇超香啊，唔先不用水，冇先不用頭油，因為較粗糙係較緊要，比較香以後頭油一落去嘅香味出來，我較好食啦吼，建議啦嗬，天點就會困難係一盤胡椒粉冇攪完啊，係一盤凍辣啊，食到凍辣啦，一邊我先風吹咧。主要係啲鹹菜本身拉酸，所以有拉鹹。但係我建議啦，吼，因為食依度就只有酸嘅咧，我係嗰個鹹啊啲冇香味。我建議我頭油咪咁樣一些就冇香到。皮一掛包食落去就應該都會舒服。
不会甜。这样来讲，因的建议啦，哈，谢谢。不过甚至师傅就嘛冇共用嘅想法咧。风腿两片嘅纯菜啊，炒到动向，有个纯梅含有姜麻嘅一丝丝嘅辣度嘅梅汤。啊，唔过我就建议係做啲留較多一絲絲嘅嘅湯，因為就酸就甜，做啲有個回甘嘅作用咁樣。啊，炒起來嘅酸菜啊會較香。哦，哎呀，啊南腿兩片炒嘅米奇木當好先，有個口感，還有個風葱有個香味。吃到就要調整嘅地方係做啲留較多一點嘅水，咁佢炒到較香一絲絲嘅，啊用個口感啊，還有個食到嘅。梅湯會較香，有個風葱頭嘅香味啲嘅米奇木幾度咁樣。感謝。好了，師傅呢就本睇起來直接點出哦，那道味做得較好啲位，睇起來就好下來咯。唔過生下來看啊，甚至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留睇起嘅分享呢。食材好料理。哇！好，又到了甚至師傅呢帶來料理的時間嘍。今天呢一樣是這個吃素吃出好味道，對不對？好，兩個專題吼，專門為佢哋做誒。真的，像乜嘢川羊係乜嘅？田園塔塔烏魚子。哇！田園塔塔烏魚子啊！然後做個仔嘅烏魚子。就哦好。係，我覺得偏太自家咧。烏魚子哦，佢本身係豐盛嘅，佢就佢嘅口感其實很難模仿咧。烏魚子我係用個起司來做。哦。用個就漢堡啊。係呢，咪嘅用嘅就起司嘅起司就做的，啊我挑嘅豐盛嘅，烏魚子我會留嘅堅果，堅果就嘅腰果啦，還有嘅水果嘅用做的，哦還有嘅法國麵包，洋蔥、檸檬、茴香，還有 tomato 啦、卵，還有嘅裝飾那樣，來做嘅挺簡單。水果嘅，卵就用水煮嘅方式來做，還有做嘅比較西餐嘅塔塔醬那樣。那個係酸黃瓜，酸黃瓜，好吃誒。好，現在趕快來教李師傅怎麼樣省成本來。那其實非常基本講，家下等下我用起司來做，跟烏魚子，那顏色就不對啊。實體來嘅梅湯係凍香啦，因為兩個起司。那係用個發酵嘅味道，發酵他最會。那個明玉姐，明玉來發酵一下。預備起。好 Q， 他今天好可愛。太好 Q 了。好可愛。兩個起司我就不用幾度。攰地落去哦。係攰地，幫佢落去，幫佢溶，幫佢溶。你按用的哦。會出破爛嗎？我媽最生氣就是這個鍋子很容易壞掉呢。我等下射槍就做的。那為什麼不用炙燒啊？炙燒佢不會出破爛。我看這張問題哦，你用的幾片，係因為超市的地位買到也係，因為我看過就超市的地位就賣這種貴地的，那種整片的可以嗎？你啊種嘅係抗氧嘅，啊像嘅太啲嘅乳酪，乳酪適合嘅像意大利麵啊，還有迄燉飯啊，用嘅泡嘅絲。嘅地度嘅，就冇強用啊。有嘢嘛會蹦酒啊，好香哦。較太地嘅。天哪！硬果。哦。本機嘅口感下好啊。係。好神奇哦。炒蓉就做得，兩個蓉咧就做得不用多兩個保鮮膜。這真的，我切那個鍋底，你要不要吃？這最好吃的。對。你要做得做得，不要洗那麼快哈。哦，你就容易捲起來。保鮮膜係嗎？係保鮮膜，用就變冷爽，咁營養就做得了。冰起來。嘿，那就不用好了，那我們就要跳一下了。預備起。哇！就好嘞。這很像乳酪條等下我就做得切了些的。差不多半球啊。用變10分鐘就做得了，不易冷的後呢就硬硬嘞。啊，因為起司啊，因為讓那個凝固便宜了，會便宜了。兩片呢，我就來煎兩個麵包。永富哥，你要看清楚哦，用專業做本來技術呢。兩個麵包用個法國麵包，而家嚼勁會較好，肉。做得用個橄欖油啊，嘛做得咯。本兩個麵包呢，不會煎到擦擦，你就用個中火就做得嘞。慢慢不給煎，煎到酥酥香香那樣。來準備兩個塔塔醬，塔塔醬就係用個美乃滋，就跟家下講到塔塔醬係是這樣，非常
期待讲，因为大白石头塔塔酱全部都餐厅啊，也系那种美式超商啊，自己做的唔是狂头。好，睇下鼓手看清楚，问题要问哦，哈。塔塔酱通常就係用嘅魚柳條，呢個海鮮嘅料理，它會用到卵本佢切到碎嘅，油嘅。哦，好，你啊本佢切好，本佢用到底度。就像个沙拉的做法嘞。嘿啊嘿嘿。对，很像那个哈蛋沙拉。对。大概美乃滋有人較強，食到會配啦。按做地用嘅嘛嘅yogurt，用嘅無條妹嘅yogurt。養會皮發抱歉你就別吃了吧。挨到大家講，你一下超市有賣嘅那種油分下少誒，因為其實個沙拉就係油嘛，就是它有那種油分下少誒，還有那種摩卡通誒。哦，兩個美乃滋，還有老個卵係一粒，還有大概係1/4個洋蔥碎。那這手指頭要幹嘛？這個手指頭幫你切碎碎。哦。那做白干應該係生的個，也是這麼小，安細地啊。係啊。西式的。兩個就做得上色的。還有個。那小個啲按到嘛個檸檬哦。檸檬，嘿。好像在超市裡面有很多萊姆。要甜度下高，甜度較高。哎呦，新蔥做個甜點啊，就會老了黃色嘅做料理啊，就會用個強色嘅。了個茴香幫你切個碎碎。了個茴香，青島人就做個煮湯啦，嘿，還有煎卵啊。做那個糕點的時候很棒。嘛會用一絲的，而家每套凍蔥，撈一絲絲的就好了，幫你攪嘅就做得了。撈一絲絲的個胡椒。他會加胡椒，一絲絲嚟就好咧，一絲絲嚟就好咧。就算係加優格，咪會加胡椒嘅嗬。優格我用個原味嘅，嘛我留一絲嚟嘅胡椒。然後tomato呢係配色嘅，用斜刀切，用個tomato呢 cut 太粒。我應該係講做嘅，即係烏魚子哦，做乜嘅會放個塔塔醬啊？放其他嘅醬就唔得啦。其他嘅我做得啦，不過塔塔醬係。較人用啊，就卵啊，就個蔬菜啲底度。哦。咱問一下吼，像你啊起司啊，係咪咪像真緊的烏魚子強龍，咪做咧炙燒一下？炙燒有冇軟鐵咯？哦對。哦對哦，這樣要來回幾次？因為烏魚子哦，其實基本嘅水梨啊、菱果啊、凍河蟹，這個應該也沒做得吧？可以。所以在這啊，tomato。擺盤啊，就用啲啊。哦。阿婆食嘅冇，你不用送去，就該較像下午茶嘅感覺。對，其實冇聽說有一種法式麵包吧，像吐司啊。可以不要一直改人家的菜色嗎？因為我真的不愛吃法式麵包，因為我感覺很硬啊。我有啲感覺個口感較好。用吐司嘛做得啦，用吐司啊。你啊，tomato就不用送去。個什麼凍河款呢？兩個位置都不用送去。你啊，便宜都得不用選的吧？你阿媽輕貴嘞，兩個起司冇便宜，cheese冇便宜。哎，這真的很讚呢！你講吃那種下午茶buffet的時候有沒有？也就適合做下午茶餐。哎呀，這很有創意。你是用水木加上豆的嗎？水上就上豆嘞。好厲害！你嘅乜嘅入嘅？紅酸蘑，食到就該檸檬嘅香味就順那個。有檸檬嘅香味啊！這好讚，這個葉子好棒哦。那樣就好了。哇！田園塔塔烏魚子，按樣就好食咯。哇！他搶走我工作哦！改個保護我呢？哎呦，溜溜球也很像。你跟我們不粘台哦，你跟我們不同。那個是扯鈴。喝酒。
次料理呢，正经东想饮食 TP 还看到俩写就说讲，很像是那种欧式下午茶，或者是那种户外婚礼的时候。它不用按都有呛出来哦，做的有呀，都有个田园的感觉。如果我们要把它变客家一点，就把上面不用五足牛，切点菜。切点菜，没走对。大家吃这口呢？我必须说，口感真的很像。我觉得以通的面包没同沾掉，因为它的面包呢有那个果干的香气。然后这样有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是粉的厚实，而且这个不难做。刚刚睇起来机器来把做不敢做。面包啊，烤的冻香啊，冻好些，好好吃哈。对，面牛记，面头用白了，睇起来形容一下，很特殊。你们看了一下，咱水里片个小俊拿这哈。哦，秀珍姐，你吃的好优雅哦。那小冻用冻好吃，又咖啡的皮哦，很好喝。有学过要用起司做的乌子吗？冇，体白雪。真好食咯，口感真好。体白雪多，体脂白雪多哈。因为大肠专门是给。哇，他抢走我工作哦，一口吃的部分。哦，真劲厉害哈。好吃啊，真係好吃。海龙王，乜个事情？那海上的师傅咧，我挪一下，几有没有作用办？哎呀，整体搭配同好，加些坚果啊，佮加呀塔塔酱，整体融合，佮加上呀tomato的酸甜，整个在嘴巴里面会不会跳舞诶？真嘅係安尼哦，下下去吃地度講硬過我咩 TP 加分，觀眾朋友轉到不卡嘅時候，做嗰條嘅個標高幾百落看呐。真嘅當好食，你自家來吃做看呐。好，唔過呢，好食嚟食嚟過後，充滿體力嘅挑戰，睇起來就會得到1分哦。馬上就會變起來進行最杯麵一館嘅挑戰。百變料理網，兩嘴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一館唔但將係比面試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愛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。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來到新竹的島邊，百寶箱地圖又會變乜解呢？相信記得完全唔驚啦，看人體積罐的表情低嘞。但是這裡面躲的係乜東西嘞？就是香菇。哇，香菇誒，而且係刺誒，現摘誒。新鮮的香菇做的料理的變化動到啦，其實僅僅從百變的料理網啊。對。但是他們，你知道嘞？的想法，現在想法就一定特別海鮮。譬如講，我例如裝海鮮醬。或者再用干貝食落去，看到去整亂就芙蓉鮮菇釀干貝，我就用炸在那炒椒鹽，我就用像林家下嘅甚至師傅嘅塔塔醬嚟做得。我林師傅有想法咧，因為你啊在菜凍夾用嘛吼，我本意做青葱嘅肉燥，本意切到碎碎啊，本意煎過，用調酒啊、糖啊、瓜嘅啊，本意炒一炒啊。就變成大概肉燥飯那樣。因為人家糖講摘出來100度的那種素肉，係咪當接用嘅菇類來做？嘿，因為本身你個彈性啊，還有個口感輕鬆跟碎肉個感覺啦，就會用那樣。唐太嘅兩沙嘅想法以後吼，非常肯定講，兩套真正做唔得做化冰，做唔得，係啊，做唔得。按你嘅想法咧？知道哦，企業香菇最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講要吸到其他的湯汁啊。對。我就決定跟他吃他們家的就好。其實沒做的利用吼節目嘅時間哦，不給洗澡來，然後那個表注又沒做的，來不及哦。所以兩組來並為加油哦，最少平安下好啦哈。好，馬上就拿一個企業香菇的進行兩館嘅挑戰咯。兩館呢，就拿一香菇的變化做料理哦，可以係風吹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黃檢酥酸，個仔係嘛？仔嘅山難呢？好啊好啊，大家過來看一下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咯！最杯麵一館變起來了哈！要見明玉姐嘅紅衣來啦！哦，你睇看一下咱水裡一片用細細嘅香菇做乜嘅變化嚟？個菜名按到。
糖醋菇菇汉堡排。哇，汉堡排耶！菇菇就是那个爸爸的妹妹嘛。对。哦，等一下嘅比赛最每一关的哦，让人家路过吼，两手会强下。好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加油哦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叫家喺當棚排彩色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哎呦，創意是不是？創意在這邊，哇，這邊好像海參哦。應該提前把款都用那樣點用過誒。第一次哎。明玉啊，姐，你坐在樓台個小解一下吼，除了該好好去講啊，該用顧之外，今年還是準備嘛個食材。山楂，也係。記得係。我看你都有粉呢。嗰粉以後我哋講下呢，網上有炸過啊，我哋香菇有炸過。啊，先幫你配料一下哈，我先過一款咱。好，第二個都上來哈。點水。好，用愛發電哦。哎呦，漢堡排。係哦，漢堡跟風菜睇好當做都唔同。係新餅，因為佢後晚唔驚燶啊。一行硬。係，我愛同你嗆爆菜，就講愛擺盤啊。豆腐卡曼人煮菜較多。愛啊，因為佢上班啊。愛冇嘢咪大盤掉啊。哇，每天都有愛心。當一遍。煮。開心。煮冇做6種菜。太誇張了吧！抓住他的胃，就是抓住他的心。哎，楊富阿哥，你們家下講嘅菜名按到嘛嘅嘛漢堡排啊？係。咁個冇肉，未冇漢堡，到底要做嘛叫做漢堡排咧？他今日係做齋嘅。哦。哎。做法是什麼呢？這樣做法。做法。哇，好笑哦！他這2年又變更不好笑了。香，我們難兄難弟呢。他來叫阿東嘢咯，當手講喎。當手講喎。真嘅？整間當店，真是。tiểu俊啊，這英講用富阿哥動手講喎哦。那我問這樣好了，他有沒有親口跟你說愛你倆3加4？不是。等一下，我就要給你。是結婚按斗年都冇講夠嗎？那種講無聲勝有聲。不行，這個聲還是很重要的。我給你個機會，假使等一下請進就講。這個我會生氣。我們就講，好不好？可以嗎？冇問題。不行。你等一下不要私底下跟溝通哦。你們只要得到前2名，你就要講，可以？好不好？哦，好。沒問題。因為應該係講我做齋嘅嘛，哈。但是至少漢堡出來吧。漢堡皮用慢做。漢堡是用兩香菇啊，用2碟啊。哦。夾白起來，馬鈴薯啦，風菜頭啊。用啲啊做膠水啦，飲起來。了解夾白起來，弄粉啊，弄啊，好，喺度炸一下。前經豆腐蝦就先唔過機啊。真的。沒有被我考到。好，所以副兄期待等一下你做漢堡排。前置作業一下，好，來。Hello， 要功夫菜呢？對啊。都咖啡底都就是要有這種創意的發想啊，做不一樣的啦。因為佢兩組兩下全部係做齋菜，所以我覺得等一下哈，全局四副做都會提點一下。好。來，明玉姐都開始做醬咧，不用很多湯哦。係啊。所以你乜嘅醬啊？我猜蒜辣醬，5味醬，5味，人生5味。你一定真的有話要說，所以剛才拍拍係嘛該？醋，還有調酒係嗎？所以該下係比例用慢挑出來嘅。太肉啦。哦。哎呀，姐姐俾我齋啊，新魚嘅。哦，好，咁油碗嚟講冇哈。油碗嚟講來嘛，冇得食咯，要乜食油啊？所以明玉姐應該要講5味就哪5味啊？姜麻、蒜頭、辣椒、糖、老醋。好 ，OK， 等下個都再來哈。好。誒，大家包好嘅呢。哎呦，好厲害哦！誒，凍球嘅兩下最稀罕啊，個寶可夢誒，個寶貝球啊。凍球世界高一個啊？乜嘅？旋轉陀螺。哦，那就有點太久遠了。戰鬥陀螺。啊，恐龍的那個。哦。鐵龍的啦。鐵龍的。哦，我們都是玩溜溜球哈豆啊。對，溜溜球也很像。溜溜球啊。
你跟我们不年代哦，你跟我们不同。那个是扯铃。多久？还是哈？唔会啊，我一头发组成安那样嘅。你说你大嘴讲话。哎，大家来看一下阿哥俩哈，嫩强就走汉堡，汉老去狗粉呢。你迄嘛个薯泡粉系吗？面包粉。面包粉。而且汉去狗扇罐系吗？哎，体积罐系嘛个？体罐爆起来，体爆面粉，面包粉。哦。嗰好食落去。哦。啊，怎么个加面包粉？起來是起得好斜。你係跳戲當個每份都粉的嗎？你把它掖一點上去，掖一點上去。50份哦。可能還有不款都不付啊。什麼？你要tomato醬係嗎？要給他做糖醋醬。你幫他破梗了。到底是你了解他，還是永富了解他？哎呀，當然是富哥了解。你有送這麼大顆的嗎？但是我了解糖醋醬啊，講來講啊。又怎樣？這家嚟講都得啦。都得。你沒問年次很假。對啊，你有可能是。對啊，茉莉嘛。夜聊美爆红水的。可能是哦，也是人間美味。哇！5、4、3、2、1，永遠愛你。哦，還被公標。哇，攞去破哎！阿哥應該還冇試過本團，因為第一季係如何嘅？攏款就差唔多咧。哇！你阿富哥平常時喺阿姊都煮，你有冇按摩煮嘅感覺誒？係啊。你做阿兵哥，到滨江那煮冰就練的阿兵哥是。哇！你是伙食兵。伙食兵啊！啊，你差唔多係 barbecue。一鋪落兩邊，往緊食安度得咧。但是我想說吼，個漢堡排，啊用個做法當聰明，不過有冇想到攞個糖醋醬強下？用食的是吧？梅頭啊，不要衝。啊，你要係乜嘅？給你分。哦。勾芡。會變那個吼，那個。蠻濃稠。真的會變。有，我無散合加的。好。因為本身已經蠻濃稠。好，剛才用差唔多呢個嚟嘅吼。好。哇！要黃山。已經又強哎。黃山。回溫要240吧。這個不一下酥脆啦。哎，我發現其實我們明玉姐懂得煮哦。我問一下阿朱師傅。從有看過披薩也係你自家有做過這種鱔魚嗎？我就做過，我係種走個香菇來做，它太早個走個香菇來做。買迄種個通過讓來煎，啊煎呢就講佢編織啊，先將個調拿毛個編織安樣，啊果粉就去炸，嚟做法樣。編織，你喊做啲編織哦。對，切它肉味安樣編。我師傅應該講吼，日本人做在鱔魚無用合造到個香菇啊，不過基本係用凍起嘅香菇，為咗買正常。你啊總該做鱔魚較好。因為你水分較多，吃起來會較軟、較好啦。走嘅係較香，啊唔過口感係較糟，意思是嘞。好咯，咁入邊等下係咪點醬就好咧？哦，咁用差唔多吧，你就先來倒數咯。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會吃這個呢，用下齊齊嘅香菇編出來料理，來煮較沾到咯。好，要最杯米罐呢，拿了齊齊嘅香菇來做編法，先來吃些風吹嘅咯，當沾到。呢個泡料後，重點是它靈魂醬料。因為介好師傅他們小李講哦，介香菇哦會泡到凍燒麼？唔會，完全唔會。因為介酸辣醬哦、五味醬啊放到鄉下吼，很合味。秋風姐，你吃怎樣辦？辣香，剛才呢，那配個香菇鱔魚，很合味。東港米吼，明玉姐你知道嘞？讚。我啷講哦，我這講加個醬料哦，真嘅係。沾到，非常棒，把這個整道料理很加分，這樣。係啊，韓國介下用到酸河吼，介
记得的吼，你那个地白肚吼，完全系绵绵的，还我们会够甜，好好吃。然后个蒜辣酱吼，加上饼都强下雪哦，非常的好吃，真嘅，对不对，秀珍姐？错，好食。冇咧，冇，佢記得點，總之記得好食啦，就是嘅料咪我當好食啦。可能是哦，就是人間美味。哇！啊，用法講知道咧，會做得咯。因為而家用嘅係香菇嘛，睇白有食過用香菇鋪嘅，像你啊做鳝魚用嘅冇？冇。不是做过，所以每走在福建的灿香家哈，那转起波卡的时间，也可以多一个新的菜色，所以贷款。但是怎么做都比不过我们秀俊拿这走的美食哈。我们一起来体验看看，来，你看，我弄嘛个菇菇汉堡排啊，菇菇汉堡排，它中央每条都同沾掉，而且呢，香菇泡糕哦，地都搭皮啊个马铃薯。马铃薯，嗰位個tomato醬嘅，所以當乾麵。吹風之前吃到咧，要乾廿米嘅冇？啱好是鹹。哦，唔啱好是鹹嘅。按用做老豆嘅腐豆粉。你有之前吃到那種版不一樣的一些貢品，好嗎？好食。用按油結個兩扎絲。我知道用甜一樣嘅冇？唔會。講到哦，來，秀俊拿姐，你下幫你來講嘅。因為大擺都不可能就啊，做個糖醋魚啊，個醬啊，弄啊做個挑嘅。哦，啱啱是可能到乜個東西當方便，還是弄整條麵挑切醋啊，還有口感啊。用法國然後你不用哦挪一下，剪切都到挺好食。我覺得很厲害的一點，因為今日個主題係香菇，所以記得到完全香菇動作嘅漢堡嘅上皮跟下皮非常的完全。火鍋煮嘢係吼，撈嘅完全係油香吼，起來，然後個地板都含着啲咬到跟馬鈴薯嘅香味，我覺得層次感非常的夠。但係用看呢，它那個醬哦，就金光閃閃，非常的上癮。我等下試過樣板來評分咧。馬上就交俾李師傅來受理咯。今早嘅時間馬上就到了，先來請艾利亞志龍師傅搶分數。冷水得到1分。好，找個都看一下阿舉師傅搶分數。哇！你們有多想看聽聽啊？公平一下。阿志龍師傅搶公平。我先講風水那片哈，一般人要炸的東西，那溫醬跟醬跳水。但是人家將的米是10分好，真係10分好，就是打上就跳水。迄我建議就講，人家記得啊，按好色的記得，那都有意味，啊，調到地方有一陣濃稠性嘛，因為記得本身會黏嘛。有些濃稠性淋到個炸的東西，那你一食，這樣會掉米絲，也係因為較大上的地方。而鴉片的話呢，其實糖醋醬本身就較濃稠，所以佢炸的東西安尼淋上去，較有米絲。啊，當然兩片都十分有創意啦。好，咁我就注重要醬料較冇粘稠，所以我現在冷水啊。阿舉師傅。哦，基本應該主題係香菇啊，南推呢片用個香菇搭配個凍好，以及把它做成個漢堡個形狀那樣。啊，清理好哦，你用個麵包粉就炸過，一個醬啊，會揾佢包覆在上面，凍理好個一點係呢片，嘛凍好時，風水呢片呢，我建議講個辣椒就較強度一絲絲的，你就撈個香菇個梅頭就較蓋過去了。嘛，做者將個李師傅講嘅，撈一絲絲嘅個吉利啊，撈一絲嘅啲度，按用膠，按用色，嘛較好色，按用，係唔係啊？好了，看起來呢，兩組嘅評價都係10分好嘅哦。香菇專用嚟做變化，上唔到兩組做表現都按讚到吧？馬上出來頒獎咧！耶！好了，經過嘅咁樣兩太關嘅比賽過後啊，藍翠得到3分，鳳翠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藍翠。好，恭喜啊！藍翠得到3000塊嘅加彩金，恭喜！親親的部分等一下。還有愛的告白哈。哎，你鳳翠呢？咪得到銅獎票喲，要來自瑞士嘅不鏽鋼嘅平底鍋，恭喜！謝謝。
来，重头戏来了，重头戏。众所期待。对，这本记得好咧，讲一下今年参加的感想好咧。好，200评审啊，韩国朱青英，韩国秀凤姐姐啊，韩国该方面要表姐，新闻的啊，按感谢的，我咪当新闻爱欣赏，按好配爱来啊，咱结婚按当然就啊，真心不是两三强下，用你啦。好幸福哦！啊，参与强好帅的。我已经参加200了呢。我讲啊，出大机啊。哦。老公。对啊，当感谢去啊，真心啊，双人班按强搞，按配爱来，你看，就是按左出门。有在啊，有落水呢，就是当感谢佢，就是新闻啊。其实传出来小俊阿姐吼，係一個非常外向嘅人哦。不過哈，其實他要哭了啦，很感性，太感動了，這是很感動的一個時刻。阿富哥要給他抱抱，因為用富阿哥根本應該特別哦，強加來參加咧。錢幫他拿着啦。哦，一定要握好。對，你錢先幫他拿着。對，給他，他比較辛苦啊。用富阿哥做啲老大家講一下哈。其實係你啊，看得到啊，人家半樣啊，都後背辛苦啦。先抱起來啦。有，我有看到幾辛苦。到底人電機啊，哎用老大家分享下。辛苦你啦。新聞，太感人了。係啊，我今年咪去擺來啊，去參加咧，我咪當緊張。啊，係啊，出來呢。咁啫。係啊，可能係因為見到你嘅作伴啊，同你嘅孫紅啊，比較放心。記住你嘅定心丸，係嗎？好，因為接下就答應大家哈，要做什麼事情，無聲勝有聲的時刻來啊！什麼呀？好，我要開始數10秒了哦。好，10秒。預備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哇！哦，好感動哦！哎，可是你還沒有講那3個字啊。係啊，最後的 ending，永遠愛你。哦，被中獎。好了，那個婚禮記得找我去，這就是我包的紅包了。好，恭喜！你看最歡喜的畫面呢。真嘅，很幸福啊！想要做料理最感動人的素菜，你個準備一下心情，每一下風水嘅小鳳子，你要不要參加嘅心得俾老太太講一下？首先，我感謝了台北的主持人，還有本來的兩姊妹咧參加了一家之主嘅嗰款嘅活動，希望大家本來的表現嘅機會啦，我嘛希望我嘅姐姐，佢今日嘛參加來讓我強下來上了這活動啦，希望大家，轉嚟啊祝大家平安順利傳台前。哦，明有姐了解參加新的，他也是一樣，用好數年呢來老太家公主不卡嘅後面是了解參加新的老太家講一下。希望客家客家電視台本來有機會來參加了這節目，雖然啊當緊張，但是還是完成了，謝謝。好啦，其實呀，最尾咪講青豆花嘅，好，風吹老南吹呢都真見動站的，特別剛剛看到嘅修正啊之後，加烏卡基那種真性情流露，真係本來時候講，我很看佢一生人哦，從年輕到兩下呢，佢都係用當你就做好食料理吼，本不看你做的食料健康又安心。哦，還錯也係，你一家之主呢，當難得的機會，做啲家庭家的上節目呢，傳達人嘅情感，食材係同幸運啊。係啊，傳達家福客吼對人家老公嘅愛心啊，真的我覺得很難得啊。韓國風水改編哦，每種笑容哦代表着錢，所以今日非常難得哦，讓請大家向下來分享福客嘅好美食哦。唔錯，一家之主呢就等睇自家來到呢個特別嘅，不過你係分享好料理，也係講有乜嘅花想要對人家心愛嘅人講，都歡迎睇自家來咯。等睇自家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好，等下就係無聲勝有聲嘅時間，抱一下。